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3例本土病例，有一个境外病例，2个人死亡。7月27后礼拜二开始，3级警戒地降到2级。指挥中心也公布各行各业上新的防疫规定，这回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23例，境外移入的是1例。那死亡的个案是2例哈，所以我们现在宣布确要到8月9号哈为2级警戒，但我们也提高警觉哈，也不排除任何时候来改变哈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戒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全程要戴口罩哈，保持安全距离，10连制，人流管制，在室内它还是要维持有隔板，然后社交的距离。重要的是仍需关闭的场所，最主要还是休闲娱乐的场所，我们还是维持关闭。那幼儿园、托婴中心、课照、补习班可以开放，当然有一定相关的指引要依循。就学校的团队的训练，那维持人数在室内20人，那室外40人，那不开放住宿。那超商卖场的内用区可以开放那但是呢，超商的熟食区不开放贩售。那旅行业我们开放50人以下的旅行团。当然在游览车要采间隔座，在游览车上面仍然维持不要唱歌。那相关在执行上有困难的时候，那地方政府当然可以根据疫情的时候做调整。过来3级警戒2个月了，后礼拜地当降级哦，一寡行业嘛会使来放任防疫规定。也毋过，国内专家是表示，要完全控制疫情，至少要有65%的民众拢做好2档的疫苗，使先保护力，才有群体免疫。专家嘛讲哦，餐厅会当开放伫内底食，除了人数会减少，室内通风换气的设备嘛是真重要。即马新冠本土疫情有较稳定，加上注疫苗的比率已经达到24.35%，注射数量人口比是25.1%。7月27 3级警戒就要降级，部分行业的防疫措施会当放零。针对这点，国内专家表示，若要控制疫情，就要做过2档疫苗，至少要有65%的民众产生保护力，才会当达到群体免疫。75%到80%的人都打完2剂呢，才比较有把握，是65%的人可能有保护力。那这种情况呢，才能让病毒的传播被变慢或被阻挡。虽然指挥中心提出按价帮、让位坐、个人套餐等等配套的措施，有条件开放会当伫餐厅内底食。不过，工会专家认为讲，改善通风和空气通透是上界重要，因为倒按价帮对阻挡新冠病毒的效果无大，都要利用放机器和空气流通，才会当减少病毒伫环境内底甲胃病风险。前提是要有机械通风哈，那机械通风就尽量不要把2个通风扇摆在同一侧啊，最好是你门打开啊，有窗可以开窗，在窗上面再加个排风扇，可是不要在门旁边装个排风扇，因为门旁边你开了门装了排风扇，你就没有用了。另外，国内外研究嘛发现讲，患者胃着新冠病毒1个月了后，排泄物内底也有验着病毒，比踮伫呼吸道甲肺内底的时间还佫较久。因为安尼，专家嘛建议讲，要建构独立垃圾水的排水系统，才会当阻挡社区病毒的传播。另外，嘛会当伫咧室内外放会当抗病毒的盆栽，亲像薄荷，若是会当改善空气的品质，嘛会当压制新冠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邮局员工为着病，台北邮局表示有一个技术科的股长为着病，也毋过这股长是来勤的工课，无甲一般的民众接触，嘛已经向居家隔离扣出来接触者。他昨天早上身体不适请假到医院做PCR检测是阳性，然后这个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通报然后他已经被居家隔离，因为他是异地办公人员那卫生单位已经通知我们要这个匡列6位有比较密切接触的人员并且这6个人都要居家隔离。这员工昨发现讲身体无啥爽快 ，PCR 检验是阳性的，是安怎去画到的？目前是搁在查。也毋过这股长伫工课上接触的人是无介济，目前只扣出来的接触者来做检验。过
来关心烟花风台早起哦，伫台湾东南东方400公里的海面上，速度有变较紧哦，路线嘛有淡薄仔偏东，所以发布路上风台警报的几率是无介悬。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中部以北雨会落真大，新竹县山区哦，这2天累计雨量嘛已经超过300毫米了。这2天一直落大雨，新竹112线道16.9公里的所在，早起发生石头放落去，乡公所派人清除，毋过因为落落去的石头伤过大，山鸟差一点啊并落山坎。高雄山区落雨也一阵一阵，接近山区的光华部路，因为继续位移，烦恼继续降落去，可能会放落去。县府已经劝励当地民众，搁有警线封路。上北天气也无稳定，南山的落雨搁有强阵风，早起未少人趁雨势较细去市场买物件。业者讲，因为风台影响比预期较细，菜价明显回稳。台风也没来了，菜价又往下跌了。大概差不多也跌了差不多，它跌了2成左右。根据上新的气象资料，烟花风台路径高小可向东修正，按算礼拜5至3北转了后，会加速调向西北。虽然直接到台湾的可能性真低，不过风台伊的结构真实在，外围环流依然会为中部以北带来明显的雨势。气象局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台中以北山区各要注意，连续落雨可能造成灾害。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暴风圈是会非常接近我们台湾的北部，尤其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所以它暴风圈未来可能是会稍微略过的。那不过以现在目前来说，它相对还是有一段距离，气象局还是持续观察。不过看起来，目前入境的几率可能相对是比较低。礼拜5、礼拜6烟花风台上接近台湾，礼拜1开始，风台地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天气开始无稳定。礼拜5早起，离台湾2800公里的海面上，有热带性低气压产生，目前调向东北沙鱼，有机会发展做今年第8号风台尼伯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礼拜日就一阵正大阵的雷公雨，红山有一个查某人哦，去互单雷公卡着送病院抢救，暂不幸过身。高雄市政府早起，佮再请第3公证单位去事故的现场检查哦，现场嘛是佮有一寡所在佮有漏电的反应。家属表示讲会考虑来申请国家赔偿。另外，伫屏东一个工地，因为土石啊放弃，嘛造成一个工人不幸过往。万可带电哦。这是中心顶的高雄凤山山密邮局头前有人放电着的现场，专业技师摕机器来检测，一度有测到停电状况之下，路顶有一寡线路是有电力的反应。他讲错了，他没有错，他是说漏电啊，一直说漏电啊。漏电后，它就是它的外壳对地的电位。那目前造成这件事情，主因是朝哪个方向去看呢？现在其实还在查，还不知道。技术解释有电力无代表就是漏电，综合的结果还是要等全部拢量了，才会当判断。不过送病院的女主伫22号暗时死亡，后续家属是无排除要申请着国赔。我们应该好好的下班回去，就一场雨就这样子不见了。你总要告诉我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嘛？对不对？那是一条人命啊！市府表示，一切拢要等第3单位的检测结果，不过会全力来协助家属。而前几天的大雨，屏东有一位工地有可能因为土石送去，当土墙放去，互2个工人互跌掉的。一个人是伫咧到病院进前无喘气。千下尔，就是人久咧啦，人久啊久咧，久咧就久啊有重了啊，安尼就甲跌掉。市地业者讲，现场是为着厂内的污水处理厂，才来发包予工人施工。目前确定50岁工人是死亡，县府劳工处嘛要求因得要停工。记者王刘婷、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23个本土病例，有一个境外的病例，有2个人死亡。台北市今仔是4例，新北市有13例哦。桃园嘛有4例，宜兰佮高雄拢有1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500例咯。后礼拜2开始，3级警戒要降到2级哦。也毋过民众个人的防疫嘛是毋通放零。咱再来看新北市今仔宣布讲，7月27开始会搁进一步来放零，包括公私立托婴中心、身心障碍者的日间照顾中心，佮有老人照顾等机构，拢会当来开始提供服务。
幼儿园规定讲，家长接送袂当入去学校，19人座的私囡仔交通车，上侪会当坐10个人哦。教育局长张明文是强调讲，幼儿园老师员工哦，的疫苗注射率嘛已经差不多有96%咯。疫情境界降级，为着兼顾防疫安全，甲消透家长照顾厝内压力，新北市开始分配放零限制。头一批针对6岁以下囡仔的照护，甲儿童课后照顾，采取有条件开放。教育局表示，针对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公司入幼儿园恢复上课进前，都要落实各项的基本防疫作为，包括做相关人员健康管理。无注疫苗的人，都要有阴性的证明。若无法度保持通风的场所，就袂当开放。家长若带囡仔上下课，袂当入去幼儿园内底。也若载囡仔上下课的交通车，为原本19个人，限制敢若会当载10个人。若是出现确诊的个案，就要停课14天。7月27号要开放的是我们幼儿园跟课照中心。我想我们0到6岁的部分，教育局、社会局都是一致的标准。第一个当然是中央降等，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有95.88%，也就几乎96%的已经施打了疫苗，也超过了2周具有保护力。也若托婴中心、老人甲障碍者日间照顾机构的部分，已经有90成的工作人员拢有注过疫苗，而且满14天。若无注射的，都要有阴性的证明。包括291间公私立的托婴中心、56间障碍者照顾中心，甲52间公共托老中心。社会局嘛有相关的管理措施，老大人甲障碍日照机构的被照顾者，同款嘛要有注疫苗，若无嘛要有阴性的证明，而且嘛有要求管制爱固定家属、固定时间来接送。那这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尤其是对这么小的托婴机构哈，它就会造成高度的风险。每一个程序在开放过程当中，易放难收，先从户外到室内，到脱口罩的行为摆最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伫整体疫情内底算是重灾区。防疫警戒要降级的过程，一定会分阶段来执行，袂一个手就为3级警戒降到2级警戒。另外，除了防疫以外，嘛要以风台的情形。侯友宜透早就去永和，视察防范风台整备的工作，希望透过改善水利工程，会当解决当地饮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今仔嘛去幼儿园来了解防疫相关的准备，嘛强调讲台中会豆豆啊放零。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目前台中的幼儿园有9成2的人员都已经注好疫苗了。开学上课了后，嘛有零数的管制，希望家长会当放心。摕到酒精消毒袋甲椅啊，边个紫外线消毒灯已经穿落好。疫情相对较缓和，台中市的幼儿园将会伫27号开园复课，老师全面动员加强消毒，防疫措施嘛比之前更较严。会有老师在正门口那里就直接先帮忙量体温跟喷手，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老师带进来。台中市为27号开始，包括着幼儿园、托婴中心以及社福、甲长照机构，就会率先来开放。市长罗秀燕就先来幼儿园来了解整备的状况。不过强调，降级不是解封，而是必须要遵守防疫规定。我们不会为解封而解封，我们会采取稳健式的松绑、渐进式的解封，要小心翼翼。罗秀燕指出，中央降级了后，幼儿园等相关的单位还是要提出申请，会刊审查通过了后，才会使开放。教育局表示，目前全台中市有765间公私立的幼儿园。教师疫苗接种率嘛已经有9成2，如果若是未赴来做疫苗，教师嘛必须要有快筛证明。施打第1剂的疫苗还没有满14天的，那他们呢就要提供3天以内的快筛阴性的证明。每天都不能出去啊，就都在家里啊，几乎都没出去啊。民众希望复课了后，会使缓解带囡仔压力，嘛让囡仔回归到正常学习。市府强调，就算是降级，还是原则性甲渐进式的开放，防疫作为也是袂使少。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传出民进党台北市员张木兰甲声明讲，50岁以上无生医药民众会当插队先注疫苗，因为外界嘛质疑讲议员敢是有特权的。也毋过，张木兰是讲，伊只是斗3天来帮中家病院发布的消息。病院是回应讲，可能议员的讲法造成民众的误解哦。中家病院嘛强调讲，因拢有注射的名单，无人有特权。注
射站外口排湾有疫民众中央开放第9类、第10类注新冠疫苗，啊，毋过即马标出特权疫苗证据，就是这段简讯，现是机关张无南的疫苗服务，只要50岁以上无伫网络挂号有用，伫指定时间到台北市民生国小注射站报机关的名，免预约直接对应住。当然这样是不合理，而且这个时候是不应该还要委托议员啊。他可以找人帮忙。哦，你要把它解释成灌输，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了。议员关税机群民众看法无同，议员张无南提出图片，表示北区注射站关心拢发现无人，是现场中央病院人员告知，符合资的资格民众应到现场透过病院系统登记有用，澄清家己只是团委人，无申请关税。讲起来是叫顺水人情，就是说我。就是好比说，我给你做了一个服务，那我就讲我帮你整理，其实是不是？应该就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没有答应议员说，你去花信局告诉你的选民，来到民生施打站、民生国小施打站，报你的名字就可以施打疫苗，没有。台北中央病院院长表示，议员传达信息造成民众误解，一切遵照规定，替有约民众注疫苗。台北市府强调，确实市民无熟悉网络操作，符合这批注疫苗资格民众应打电话向区公所登记。如果你不熟悉网络操作的话，也可以在7月23号到7月30号打电话到区公所做登记。台北市政府将统一会诊名单，等待中央拨补疫苗下来，我们会再以电话或简讯通知。台北市府强调，主要是依照中央系统来有效，也希望协助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有媒体报道讲，有文件显示讲，高端疫苗大量生产的品质可能有问题。也毋过，高端公司早起是表示这是无影的报道。消息嘛讲哦，生产的过程会严格来监控品质提出问题。有一寡问题并无代表疫苗无合格，该进了后有可能会是愈好的产品哦。署长认为媒体安尼查新闻实在是无啥对。你觉得大家会不会外界对这个高端太严苛了？这个眼光太严苛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稳，从资料开始就通通都是不对的啊，对不对？就大家都是一直都是，你看这个不知道是去哪里跟人家偷资料出去的，我都不晓得这个这种物件为什么要纵容？为什么你们又一直跟他炒新闻？按个对。高端公司嘛表示讲，媒体报道指出讲有8成的疫苗方退货是因为抗原的品质无好，这拢是假消息。高端强调讲，所有疫苗的产品一定是100%符合规定，希望唔是疫苗生产的专业人员唔通用来路不明的资讯来抹黑，想要影响国内民众对咱国产疫苗的信心。再来看台南市政府拍算要甲疫苗的注射站设伫艺文场馆哦。今仔日台南美术馆就开始头一个注射站，开放500个民众来登记来注射。市长黄伟在望讲，会当来增加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未来阁有5个艺文场所会来设注射站。7月23日透早，台南美术馆2馆疫苗注射站已经出现排队的人阵。搁行入美场馆内面是充满文艺气氛，民众一面注疫苗边仔，搁播送古典音乐，和一般疫苗注射站冷气机的感觉差真多。美术馆一走进来，就是它很动线规划很好，然后就一条龙一直走进来，然后很放松的感觉。环境也很舒适，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紧张，然后去到医院的感觉。还不错啦，还蛮舒服的。这比较好啦，比较没有医院那种严肃的那种气氛。台南市结合博物馆等艺文场所，设置特色疫苗注射站，这礼拜开始陆续启用。7月23日，台南美术馆2馆做大升，开放500个名额，30分钟就被预约了。台南市长黄伟特表示，希望透过特色注射站的设置，让民众伫注疫苗的时阵有机会接触这个艺文场馆，也希望提升民众注射的意愿。现在各县市大家都把一个疫苗施打给它多元化、多样化，甚至加上其他的元素，这个部分我想是好的。至于对于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对于施打潮或者施打意愿会不会提高？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施打意愿的提高。
台南市提供民众无同款的注疫苗体验。台南美术馆2馆7月23开放，接落来也有基美博物馆、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等5个特色注射站要启用。稍后也会继续加入新地点，鼓励民众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的卫生单位昨讲，中国政府未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武汉肺炎病毒起源的第2阶段调查。也毋过，北京嘛批评讲，中国的态度是真无负责任。美国嘛呼吁中国应该配合调查，共同来预防疫情继续扩大。新冠肺炎的疫情对中国爆发了后，造成全球严重的损失。不过，中国伊到底都无承认讲病毒的源头是对中国的武汉来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第2阶段新冠病毒找源头的调查计划，打算要去武汉做调查，不过煞去予中国甲拒绝。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之一。从这一点上，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WHO 伫3月来发布初步的报告，有确定讲病毒的起源是对动物来的，然后才伫2019年12月即下刀甲喂予人类。不过中国却颠倒批评讲是部分的美国人因无重视科学根据甲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炒作所谓实验室泄露论，鼓吹情报溯源，打压、威胁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的专家学者。对这个代志，北京的发言人因伫记者会顶悬回应讲，美国支持 WHO 来做第2阶段科学透明、互专家来领导，而且无受到干扰的调查，嘛对中国组织 WHO 的调查感觉真失望。We're deeply disappointed. Their position is irresponsible and frankly dangerous. Alongside other member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we continue to call for China to provide the needed access to data and samples. 美国国务院嘛批评讲，若是有负责任的国家，就袂伫这个时阵来阻止国际社会做调查，因为因是要来解救世间人的性命，预防瘟疫搁再来爆发。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有的国家疫苗的数量无够，有的是政府要求民众注疫苗，却引起反弹。伫欧洲的希腊，因的政府嘛准备要立法，要用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就一定爱注疫苗。也毋过，这项政策引起民众的反弹，甚至上街头抗议。警方发射催泪ga士，佮用喷水车来赶走夜店顶地行来抗议民众。这波抗争原因毋是为经济溯源措施，是不满政府打算推动中介挂催安的规定。根据政府提出，但泰国会审期的草案为8月中开始，希腊医疗院所医护人员确实无完成注疫苗，以欢迎中介者员工留职停薪。同款的政策也伫美国纽约出现。On August 2nd, all of our health and hospitals staff, all of our clinical workers for Department of Health,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employees has a choice: get vaccinated, the better choice, or get tested weekly. 美国虽然疫苗数量充足，不过各地拢出现作为议员降低覆盖率成中较慢的情形。在调查变种病毒威胁之下，纽约、旧金山等地方政府拢想办法来改善。另外，信仰伊斯兰的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目前都是重要的再生者，不过政府甲民间现阶段上关心的也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医疗资源严重无够非洲，突尼西亚政府虽然开放50岁以下大人应注疫苗，不过未少人反映，就算提早赶到疫苗注射站，也是无疫苗通知。另外，医疗人员也指出，英国算差不多5%到10%的感染者爱住院治疗，不过病床甲疫苗同款严重无够。医疗体系强为放盘。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过来新闻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今年上新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会达到5.4%，甲官方估计总数预测5.6%是差无偌济哦。学者分析是指出，今年的上半年出口成长3成，半导体设备嘛成长将近3成，互咱过来经济成长率是表现是正值得期待。也毋过，学者嘛建议政府
未来个要发展香港，应该扩大会当使用的行业，唔通有伤济限制哦。3倍更上好是增加做4倍。新冠疫情冲击类似经济，不过今年经济成长率无共反倒会升起来，而且大幅成长，超过5以上。就连国际机构预测也共反认为，今年经济成长表现真赞。主要就是台湾出口带动，国内出口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加上民间投资带动，有估今年经济成长有5.4%，这比官方主计总处有7大较低。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外贸表现比年初的时候要预估的更好，所以目前各预测机构预测台湾还有6%以上。今年的1到6月，台湾进口资本设备成长了30%，半导体进口资本设备成长了30%，所以刚刚的出口再加上现在的投资，就至少把你的经济成长率带动了4个百分点以上。台经院公布6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103.79点，连续落2个月。服务业91.90点，落上济，是自2020年6月以来新低。营建业是101.34点，连续落4个月。大部分的产业对未来半年景气说是感觉悲观。因为5月中14三级警戒了后，类似经济害了，消费无好，餐饮愈俗，批发零售业表现是真低迷。台经院院长张建议政府进行经济方案，规模要扩大。去年发3倍券，今年进行向下要发4倍券。其实振兴，我觉得可以再扩大一点哈，今年可能要扩大变4倍。那我觉得今年可以扩大了，你即使是那个线上购物那个，你也可以的哈，不用限制太多。台湾第3季经济成长表现恐惊受疫情影响，不过卡苏政府进行经济方案，应有待消费力度。今年经济成长率维持5个几率会偏悬。记者综合报道。伫厝里上班哦，拄着风台大天哦，到底敢会当放假咧？劳动部一开始是讲一定伫厝上班哦，就无风台假。也毋过后来又搁讲必须要取得劳工的同意。有立委是认为讲防疫甲防灾同款重要，伫厝里上班应该嘛爱有风台假。劳动部表示哦，因会搁来讨论。疫情3级警戒未少人居家上班，面对烟花风台，劳动部进前表示，居家上班无法度放风台假，随后搁改喙，头家应将风台假改做居家上班，毋过爱互劳工同意。民众党立委张其禄3指出，企业认为居家办公毋是无上班，是错误认知，这人也有风台假的需求。所以他并不是说居家上班，他就是没有在上班，他就已经在放假，所以完全不是这个逻辑哈。比如说工资扣发全勤奖金，工资没有全额给付，这个还是可以依照劳动基准法来做一个论处啊。不管是日本、韩国或者是德国一些国家，他们确实是没有法律有强制规定，就是要让劳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假来做一个实施啊。劳动部表示，劳基法本来就无放风台假，也佮搬出附近的日本、韩国也拢无风台假。劳工伫风台天唔免出勤，是因为精神安全考虑。外界关心是毋是将在风假纳入劳基法，劳动部回应：医疗照护、养护等产业，风灾期间依然爱运作，无法度一体适用劳基法。强调，即卖法制指引要点应保障劳工。在放假这个部分哈，我想我们在未来一些行政院相关会议中也可以来纳入讨论。没有症状或是一般的收容的民众呢，是到我们的大型的收容处所隔离者或是检疫者，那这个就要到防疫旅馆或是医疗的院所。立委认为，风台假应该纳入政府的复合性风险评估，防灾不只是全民责任，企业也有责任。行政院表示，去年已经讨论如何防疫兼顾防灾，亲像规划灾民收容安置的工作指引，接合隔离接触者。另外，立委关心的在放假一块，行政院承诺会纳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放零延期的股东会嘛，陆续开始办理哦。也毋过大多数拢是以线顶的会议来看高雄国桥石化的投资人，因为对股东的红利，佮有当讲师领上千万，非常的不满哦。早起伊是到公司的外面去抗议。举抗议的房仔，
而且大声甲公司内部发声，国侨石化投资人因为对今年5月初6国侨董事会通过109年股东配息，甲董监事配息比例无公平是真不满，再去袂少投资人去高雄市大社工业区股东会外口抗议，因为目前还阁伫咧三级警戒期间，遮尔大庞抗议的活动，嘛引起警方甲卫生局人员的关注。前2年都没有配嘛，所以说今年会配息，他赚了4块5毛2。然后他只配了1角，非常的扯。如果说大家共理时间就算了，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股东们全部加起来大概9000多万，所有的股东，可他们的董监事7个人就领了9000多万。国侨投资人表示，国侨是真出色的公司，应该要有优质的董事会甲经理人来回应社会评论甲投资人的期待，而且国侨的股价嘛应该要充分呈现出实际经营的效果，毋是长时间因为公司的股息政策造成股价一直下落。除了国侨早起有举行股东大会，23国内都有52间上市、上柜甲上柜的公司举行股东会，其中鸿海的董事长刘永伟就以视讯连线的方式，甲现场的股东来交流沟通。针对下半年的营运，鸿海是感觉真乐观。那我们整个上半年有这个2.7兆啊，已经这个是创下历史新高。郑州大水对集团的这个业绩的影响，刚刚也说过，影响不大啊。那缺料有一些影响，但是看起来并不大。我们在电动车上面，大家会先看到的，应该是关键零组件上的一些业绩，然后在这个整车制造上，大概2023的Q4开始，大家会看到会有业绩的挹注。那至于2025年10% 的这个 GP 的展望，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那国泰金董事长蔡宏图嘛，伫咧线顶股东会表示，虽然疫情的变化也无确定，嘛，互人感觉真烦恼。不过整体来看，2021年会比去年有更较好的表现。股东会嘛会通过配股案，包括普通股，每股拟定配发现金股利2.5块，按算伫咧7月26除息。记者综合报道。代理老师甲正式老师虽然工课差无偌济，也毋过待遇是差真济。代理老师休热2个月无薪水，也毋过嘛是爱备课进修，甲家长佮学生直接。桃园市的教师会就呼吁各县市政府休热嘛应该爱互代理老师薪水。做代理老师15年的女老师，休热也甲正式老师同款，爱备课进修，甲回复家长、学生各种的问题。无共是这2个月，伊代志叫做无领薪水。没有聘期的暑假期间，我们是没有薪资的。我们呢也是需要备课，也是有行政工作以及关心学生的任务要进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学校设疫苗注射站，代理老师休热也要来到3工，毋过共款无薪水。暑假期间也有请我们的代理教师来做协助，可是我们后来就发现没有聘期，他就没有办法给予薪资，也没有办法给予加班费。教师会表示，桃园市高中职代理老师聘期是几年，高中国小却是10个月，不应该差别对待。教育局回应，聘期延长每年爱增加2亿外支出，下摆提其他教育预算。本市109学年度国中小代理教师人数约为1800多人，若聘期延长，每年必须增加2亿多。付出劳力本来就应该给予其相对的报酬，不能因为会增加公务预算，要求这些代理老师必须牺牲他们的权益。教师会表示，目前台北市、嘉义市、金门县甲国教署所属的各立国中、国小代理老师，拢是全聘期，也呼吁各县市应该停止对代理老师的长期剥削，要有合理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新闻，咱来看最近天气的变化是真大哦。伫要大出的蚊蛋哦，农民嘛是看天公伯的心情，要来找出办法照顾这个蚊蛋。最近哦，佫真是惊一种牛角歪野的白糖，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农民是安怎来处理这款的白糖害。肉甜接佫济蚊蛋，人人拢真爱食，一粒一粒拢是农民辛辛苦苦顾出来的心血结晶。今年3月、4月，蚊蛋拄要开花结果的时阵，所拄到上严重的可汗。即使蚊蛋树开花无结果，也是结果煞冷气落落来。虽然经过黄霜雨季，水情的危机已经解除，不过农民也得个面对蚊蛋的另外一项威胁——牛角歪啊。果树比较大的，好像是它有这个气味比较好。
它的天牛会特别多。为着卖互牛角碗仔幼虫夹歹树根，害分蛋树规丛冷气，农民利用因的伫树头的芳内底生卵的特性，用两块棒仔相塔踩大树仔骹，互牛角碗仔伫顶悬生卵。用2块比较密合的板子把它放在一起啊，然后放在果树的树头。母的天牛它会爬上去，它有一个管子。跑到那个板子的细缝里面下去产卵。我们1个礼拜就来刮1次蛋。另外，大只的牛角碗仔嘛会当用电火生来掠，利用简单的工具就会当减少虫害，佮唔免钻药啊损害环境。接落来，佮要面对上大的威胁——风台。农民是想尽办法伫风台来进前，尽量减少作物的损失，守护因规年透冬的心血结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3年1科的台南西港歌乡，今年因为疫情延期，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有上百档历史的金西顶头哦。即摆有在地文创工作者为伊来设计真侪文创商品哦，嘛设计社区旅游甲 DIY 体验。望讲疫情过了，民众会当来西港了解这珍贵的传统文化。3年1科的台南西港歌乡有台湾第1乡的名号，特别举办拢会请真侪信众来参加。西港歌乡的开路顶头，港东里乌顶拿公主宫的金狮顶有900年的历史，金狮嘛是当地守护神。细汉就接触着啊，看阮以前，阮遮老岁你念西楼，阮遮。迄个歌乡出顶头吼。一位文创工作者谢俊宏，主心要推广这项在地信仰，设计金狮的文创商品，望利用纪念品的方式，互更较侪人产生兴趣。当初砖头会设计金狮的顶头，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己的砖头。因为谢俊宏自细汉就接触庙宇的文化，所以甲传统金狮由来甲特点，拢包含伫咧伊设计的产品内底。以前经验就开始做茶仔师伊茶仔做到讲咱国产人，我原来是蛮有智慧的啦因为咱农村时代嘛农村时代希望讲阮的后代会较旺盛啦希望所以用草花做阮的图腾啦所以延续落来到今应该是照考证是有200多年的历史啦所以说用土模做一个沙头的形状。因为伊骨头开，那个鼻啊加较立体啦甲这下巴安尼会叮当其实除了金狮的文创商品，谢俊宏嘛安排在地社区的旅游行程甲 DIY 的体验活动。望等待疫情稳定了后，会当向外地民众来认识因的金狮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伫疫情期间推出一个艺文展览的网站，互民众踮厝买当来欣赏艺术咯。佮有线顶的课程，互家长佮囡仔会当做伙来参加，实在是真用心。疫情期间开放的公共场所有限，防疫嘛较严格，民众也是较接留大处理。毋过即马佮拄当学生囡仔歇热，所以屏东县府就推出疫情不思议网站，希望互囡仔踮厝嘛会当提升艺文素养。我们有这个两剧团、猫头鹰剧团的一些剧情的一个演出，我们也有针对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些亲子肢体的一些课程，包含这个花圃子剧团，还有这个全乐阁的这个木偶剧团我们有一些线上的表演，还有一些互动的教学。透过这个网站，除了会当看戏剧，也佮有亲子互动的课程，而且佮会当线顶看展览、听人讲故事、听剧场的工作者分享经验，也通听乐团的表演者来开讲。另外，也有请胜利新村内底的店头来讲解因的专业。比如说，这个爱读绘本屋会有一些线上的这个说故事，那么还有即将进驻到那个胜利新村的有一家潮牌店，那这个老板也会在线上教导这个青少年怎么样去穿搭。防疫踮厝参与线顶艺文活动，增加生活当中的趣味，互眼界愈开阔，也通加添大人囡仔之间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届的东京奥运，咱有3个柔道的选手参加伊嘛伫东京做比赛之前的训练咯。体育署长张马专工去帮因加油。另外，不胜具的代表队有4个女子的选手，上紧7月24、拜六特别比赛伊嘛是代表队上有机会摕到奖牌的选手。
加手正流量国家党群，中华拳击代表队4位女子选手，除到日本东京了，逐工拢会用1点钟久的时间，伫体育馆内面做最后的调整甲训练。现在是希望让自己找回的是一个比赛就是平常训练的一个状态，就是希望说，慢慢进入到那个渐入佳境，然后到比赛的时候，肾上腺素一旦激发，然后就赶快全力冲刺。中华拳击队这边由陈良琴、林菊婷、黄小文甲吴思怡轮流比赛，其中林菊婷甲黄小文也会注意控制体重，所以上紧伫7月24这礼拜六就第1位选手要上台比赛。中华柔道队为了要模拟实战，用杨伟上高的这招杀国家第1连续机，要靠这招赢到比赛。就是信心非常大，非常有自信，先专注在自己身上比较重要，其他的方面就是还行。因那女子选手林静和、针击、立击基本功拢练甲正在，这边甲连金玲这年代表台湾参加比赛，经过积极的训练，身体调整甲正好。调整得非常的好，就是很像，因为常常来这里，很像是回到这里练习的感觉，要比赛的感觉这样。这届奥运柔道正受期待，体育署长张孝熙也来慰问加油。我想，我最主要是代表国人，来一起来帮选手，加油，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负担。在固定的期待下，中华队的选手全力参加比赛，希望在世界舞台展现台湾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今仔暗时特别开幕，这届台湾队阁有未少的女性运动员，空手道的女将文珠云有信心会当为台湾拼一面金牌。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台一台节目《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帮台湾的奥运选手加油。对比赛小阵的技巧是真熟手，气势是真惊人。文珠云前5岁就开始学空手道。高中3年的时阵，摕到全中运的冠军了后，嘛，互伊更加坚定要伫咧竞技的舞台顶成功的决心。这届东京奥运头一届增加空手道的项目，文珠云早就伫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准备年外的时间啊。这几年来，我们比较常就是，比如说练1个月，然后出去比赛，然后练1个月出去比赛，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备战的状态。对，但是今年比较难得的是，我们待在中心比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步骤。文珠云捌伫咧比赛的时阵受伤真严重，迄当阵就是讲做选手的日子大安尼要结束啊。不过，伊用伊坚定的意志，伫咧3个月了后，佮重新登去比赛，而且持续摕到好成绩。安怎甲困境共存的信念，是伊会当摕到奥运资格上介重要的原因。台湾的运动员有一种特质，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很不服输的精神。其实奥运殿堂对我们运动员来讲，它就是一个最高的殿堂。对，那刚好在这个时候，然后在我自己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子的机会。坚强又韧性的女性运动员，当一步一步要加入运动竞赛上头坎的比赛场。因若这届东京奥运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无开放观众入场。虽然咱无法度去现场甲咱台湾的选手加油，不过咱会当互因上大支持，嘛希望因从细汉绵软练习甲科学化的训练，会当互因伫咧运动的这条路行了久长佮稳定。记者罗敏珠、梁新伟综合报道。来看台湾一个 NGO 非营利组织小红帽的创办人林薇，最近得到英国戴安娜领导主义奖哦。林薇今年才23岁，伊长期提供免费的卫生棉啊，予10岁到18岁家境正善者的少女，做伙来看这真无简单的少年囡仔对社会的关心。日用夜用的卫生棉，随个甲装入去厚纸箩内底，把这物资甲送到经济弱势的查某囡仔手内，来陪伴因度过逐个月拢会来洗的月经期。以我们长期服务的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多半是来自于高风险高关怀的家庭，他可能是刚刚好有人捐赠，他才有1包2包可以用，所以他就会非常省着用，1天只用1片卫生棉，无论今天的金钱量多或少。那甚至很多时候他就想说，今天量比较少，我就用卫生纸替代等。非营利组织小红帽的创办人林薇，
伊敢若23岁尔。伊和组织的同伴发现讲，台湾抑阁有真侪家境较困难，也是讲对单亲受暴力、爸母伫咧监牢咧服刑的少女，买袂起卫生棉，煞来致死感染，所以就透过这个组织来募款，逐个月来发放查某人的卫生用品，发放予10岁至18岁的查某人。因这款人道关怀的行动，得到2021年英国戴安娜的人道主义奖的特殊荣誉。我一开始在做更多是月经的知识相关的推广啊、倡议等等，那到后来到了荷兰，然后到了英国，还有在非洲进行服务的时候，实际上呢看到非常多人在我面前是经历着月经贫穷的。我就在想，如果全球都有这样子的人存在，那台湾不可能置身事外。很感谢这个奖，看到了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更感谢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月经的议题，然后越来越想要一起在这场行动当中，让月经议题逐渐的被解决。然后逐渐的不再困扰着任何的人。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小红帽加提供1000多份卫生棉的防疫包，予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来使用。因为这个行动，因嘛发现到讲台湾即摆还阁是有散的散屁屁、布的布上天的情形来存在。望讲刷落来会当有机会和公部门来合作，把这个生理卫生期用的物件推送到学校这公共场所，会当提供予女性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阿拉伯联合国公告，买培养太空人，因为政府公布上新的入选名单，竟然出现头一个女性，是一个28岁的工程师，因为表现了真优秀，打败4300个竞争者互选到，嘛是阿拉伯世界头一个哦，意义真重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告公布2位新太空人的名单，其中满乌头军的是今年28岁阿尔马特鲁斯。伊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女性太空人。And I also feel a huge commitment and a sense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 for the UAE and for the Arab world. 伫4300人的名单内面被选出，阿尔马特鲁斯有机械工程的学位，即马伫咧国家石油建设公司做工程师。伊讲自细汉就真爱仰头看天顶的星，对太空充满热情。被选到了。即卖去美国休斯顿的 NASA 太空中心开始太空人培训，伊也趁这个机会鼓励更加侪女性打破现有的限制，实现家己的梦想。No one has done it before you, then just go ahead and be the first, because a person's ambition shouldn't be limited with chasing after a title or checking to see if someone has done it before. 伫咧阿拉伯世界，女性的地位较低。这边政府高调宣传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太空人，外界认为是想要伫咧专业领域增加更加侪女性的代表。这几年，阿拉伯联合大公告展现对太空的野心，推动真侪太空计划。今年2月，阿联则甲火星探测器希望号送进火星的轨道，所落来要伫咧2024年实现探月计划。甲家己制作的探测车送去咧月球，若是计划成功，阿联就会成做伫美国、前苏联甲中国了第4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也来因最终的目标是要伫咧2117年移民到火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英国有一个发明家发表一套电动飞行装哦，经过这几档的改良，即卖会当飞到3000多公尺，差不多是玉山的高度咯。目前是阁无法度亲像用油料的飞啊遐尼久哦，也毋过未来是真值得期待。电动牌啊，双手套喷射器，这个老兄就安尼亲像先飞起来。这就是进前英国伍德伫个速度嘉年华顶悬，互人讲是有更替人的称号的这个布朗人，伊头一摆来出示这款电动版的飞行装。The electric suit has enough power to run a small street of houses. It is phenomenal how much energy you need in a small form factor to get a human off the ground. 布朗人咧讲，因为受到电池甲相关技术的限制，伫个电视进前24小时，电动版的飞行装差一丝啊都无法度飞起来，而且佫比轻油的喷射烟引飞行装会当来煞咧飞4分钟。目前电动版的飞行装干那会当飞几秒钟啊尔，就算讲是安尼，伊嘛认为讲未来还佫有真大发展的空间。It's the beginning. As battery technology gets better and better, it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and we'll see where we get to finally.
2017年，布朗尼实现更替人的梦想，成功发明飞行装。这几年来一直咧测试改良，嘛写下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飞行纪录，高度上界悬会当飞到3658公尺，接近玉山遐尼悬着。另外，布朗尼嘛真侪摆甲军方和救援单位来合作演练，希望会当把这个飞行装应用伫咧相关的任务顶悬。未来电影内底更替人出面来解救危机，真勇敢来救人的情节，凡说嘛当伫咧真正日常的生活来实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